Hello， 朋友们，114年的2月18号哈，今仔日的时来到这个惠安这个所在哈，迄种听讲惠安的所在的时最多的就是灯笼，结果的时伊要互阮做灯笼，一个人会使做一个，结果阮内底的时哈，有够无争气的，无一个要做的啦，大家拢用现成的，全部都是拿现成的，所以呢，通通都不做哈。结果你看，这个全部都是自己在做的哈，他们就是比较有嘿，因较有心嘛，阮拢无心的时，完全的时拢无咧做。你看，它这个灯笼哈，就是非常有特色的灯笼哈。哎呀，我们这一团哈，实在有够废的，每一个人都不想做，所以呢，手上就是给他换一个。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出去，因为这里有很强的一个那个强力胶的味道哈。所以呢，你看这么多人都在做灯笼哈。哎，阮内底人哦，这两个上精进，这两个最精进哦，甲看一下，哇，这两个最精进，哇，赞，哇，赞，好，水啦，好 ，OK。